囝喂，爸爸喂，妈妈喂，安尼你知啊？伊是 always sweet gentle heart， 伊心真正大量。伊若是有趁着钱，伊想甲伊爸母，伊想甲伊某甲伊囝。在过村啊，伊顾伊家己；过村伊顾伊朋友，好诶朋友啥淡嘛？毋通讲无好诶朋友，无好诶朋友你就开着坐，你咪讲我请你交业未？无交啦，无交啦。所以这个就是gentle heart，and then 真正大量。这个就是讲啊，伊去到咯，就款诶人。要互世间真正平安。and 第四项是讲 giving hand， 本是大量就个。and kind speech 你看不到个讲，哇，真正要紧。将这路人来看，人去到路啊，你若是唔捌讲着错话，你讲着会甜的话，爱人好的话，每人看这个查甫真正好，这个安迪真正好，你唔捌看着伊起身体，你看伊口气，你听看伊讲的话。所以这个 gentle words 啊，这不大讲 kind speech，and then service， 伊渐渐要大lòng人，伊无想家己，伊大lòng人 ，and impartiality， 伊无讲西瓜我这边，伊无讲啊，这个较有钱我较苦伊淡薄，这较无钱我无睬伊，伊中直的人。所以不大讲啊，有了就有四号款的人啊，这个主妇直去人回收直长。今日你来看开起来啊，咱的世间摊啊，囝，我无讲大家无效，有效的本真正济，但是无效的较济摊啊。所以这个就是佛今日有教讲啊，你人看好，这佛经摊啊的失败点啥，邪见真正济，and then 邪见济的对这条路，这个囝儿少年家，爸母无虾米教。你无想讲啊，伊人礼拜日应该就去暗去听经了，把你对来了嘛就变好。啊，有诶爸母讲，你唔使去听，你人去听，人妈妈你对啥事安怎？你某买囝买虾米买？伊人甲你惊，所以这个甲你唔对路。因为虾米事啊？一个人啊，伊去听经了，伊把你才知虾米着做，虾米无着做。要做落去，这个是苦；做落去，这个是好；做落去，不论是直失败；做落去，这是直成功。所以人是这几项呢？爱有保持，爱有戒，爱有保持受戒 ，and then 爱有界限。他们说着戒，咱在拍地基 ，and then 界限有了，咱起咱的厝塔。你要1元、2元、3元之类数，都到这边啊，验证了呢，咱来回向。阿弥萨埵，有报喜有报喜。今日我要讲的经是《耶拉班迪达》，这条经是叫做本性经，佛伊伫做菩萨的点声，伊讲这条经，把在伊。圆满伊的这个智慧，伊的智慧真正高。and then 这条经是讲，你看伊安怎心思，甲对这个咱的药卡就是这妖精妖怪，and 对这红光、这哪个、这灵，还是这妖精，and 咱看伊安怎心思。大地佛教的点声，人的火受较长，人的火受较长了，人不管是赢了界限，无像个贪婪世界真正恶，界限啊是借淡薄，伊讲借都无只滚啊！哎呀，我故事会借1点钟，贪了半点钟啦，我的脚袂动，听了。特别你看佛教的人啊，伊大概伊坐仙，伊人坐这个仙的时，佛教无佛经通听，无佛经通听，伊人无坐着这个vipassana仙，伊人坐叫做这个智慧的仙啊，智慧的仙啊是一个好虾米啊？到你坐到到日忝严了，三摆买来你集中了买来，如果直直坐落去，你集定。
入定啊，伊这个入定啊，甲了有8个定，头一个定，你入定了的时啊，听无着，看无着，望无着，当无着，甲到你啲关的咧目标调下，咱头一个那是入定，第二个入第坐到久了，伊谈第二个定，第三个定，第四个定。了一个直直拼直直坐，尾来一摊叫做入这叫做阿鲁巴人啊，靠卡深的啊，不叫靠卡深的啊，上古拢总无了。咱你看伊第5、第6、第7、第8，到你若是入到第4个定啊，你人喘气分无了。所以你来看人入定啊，真正。就是讲啊，真正敢甘肃人才会安尼。特别古早人啊，伊因为啊，拢总会晓放，无像啊咱摊啊，有哪坐仙，有哪想，我安怎摊做生意，安怎要摊钱，安怎这个想来想去，甲了拢总对贪钱痴。特别古时的人啊，坐得真正好。做这条经线呢，佛教的点声有4个叫做 Brahmin 婆罗门的人，伊人坐仙。坐了啊，伊人离开家庭，入伫印度大巴位，伊人坐甲真正本事，甲3摆尾来啊，伊人达过，而落雨天，伊人无达落通去，伊人就离开这个山的所在，来找这个找啥物啊？伊人来找只盐醋，因为伊人是大一巴的是食果子，所以减这个这个酸甲这个盐，所以人落来讨了啊，有4个 Brahmin， 搁别个做生意人，这个4个人你看着哇，这个4个马路的坐仙坐甲真正庄严，咱出来讨食，在讨食了啊，伊人这个4个做生意人，伊人讲真正艰苦看着安尼庄严的人，所以伊人请这个4个人来。你讲我一人顾一个，嗰4个人顾4个，你人大啲人后尾的厝起一个厝囝，啥骨子安尼，你看里面都是骨子细细间安尼，4卡机、8卡机啊，安尼海洋大。讲你人大，甲这个3月日，这高沙这落雨天，你人大，我的厝我人顾，你人这个食甲清，所以这个4个 Brahmin 啊。很大的这个好野人的厨师啊，是厝囝安尼大的后尾，直拼直坐仙，坐到尾来，伊人谈着第4个迦那，第4个迦那坐了啊，伊人有当时有这心痛力，伊人这心痛力啥物啊？伊人规个人大伫厝囝内面，你去看无了，伊规上久无伫了，伊去伫倒落啊，一人去一位，有一个呢。伊坐了，伊去伫倒落，伊去伫天空的天顶，去大向边啊！因为向边啊，像个咱无像咱这世间，咱这世间也是热，落安怎呢热袂坐仙。了有当时讲，安怎呢冷也是袂坐仙，热也袂坐，冷也袂坐，所以只靠行去天顶，咱达日去天顶啊，大地向边去坐仙。过一个呢，伊本是坐仙入定了，伊走去倒落，伊去伫海陵王的位，大伫海陵王伊入定了啊！你去看伊厝囝，伊无伫了，伊去伫这那高尔这陵王的位，然后一看，哎哟，安尼水啊，达项金淡淡，你咧去天空那本讲，哎哟，这个本安尼水，那个本安尼水。达咧这两个去，个第3个伊是啥物来？伊去伫这个天顶叫做交尖加鲁达，这加鲁达是一个最好的鸟，真正大只。伊若是咱的这个一只水牛，伊本会压起来，所以这加鲁达这叫做交尖，大伫遐边，本是真正水。你看伊人来做，伊人这个是陵王交尖甲了是会使讲半红光半禽兽，所以你看伊
伊去看这牙路岛，伊讲哇，真正水，这个金当当，那边金当当，哇，伊人大安尼好命。第四个你看命，伊去伫印度有一个王名叫丹那扎亚，我丹那扎亚的有影，另外真正水，咱有一个花园啊，装起来像啊一个天顶的花园安尼水。所以去伫遐边的位啊，上冷，所以去坐船伫遐边。所以这个四个啊，渐渐坐船，渐渐去这个所在去看。这去到顶了，转来的时间，有时暗暝人转来，也是马在天光转来。这个四个你讲互伊的这个好家人起厝的讲，我去倒落，遐边安怎爽安怎水。这个四个好家人听了，哇！若是有影我摊出世遐边真正爽啦塞，大咧欢喜安尼。了咧听海陵王的，伊去海陵王位，伊本讲啊，你我若是会摊做海陵王真正好。咧招正本讲，我若是摊去遐边真正好。但了一个讲，我咧摊去咧王的位，啊，你真正好。这个四个。渐渐波斯，大去波斯这个谈加纳了的波斯了的人，大概十八了人背去了。咱这个四个渐渐去波斯了未来这个谈到加纳的四个死了，伊人去出世的叫做台湾天王的位，叫做布拉玛，因边拢总生出大波，无查某无虾米。这个四个好家人呢，伊人日暝听人伫讲安尼爽安尼水了，伊人做好，佛教的点声是无佛经，所以人会做好无相，伊人做是波斯受戒坐禅，特别的禅是叫做三摩他禅，伊人无谈地位的禅，所以伊人坐，这四个好家人坐了未来四个咧出世啥物啊？后来一个啊，伊。听到咧谈到加纳的讲啊，天光的所在，安尼好爽，安尼好，噗死了，伊去出世做天光。了这人，伊个先生呢去伫做这海陵王，伊本去出世做那个沃咧陵王的位做王就个，过一个大啲交钱的。听到咧交钱的所在，伊去出世做交钱的王，过一个来出世，大啲世间，我咧王讲伊的华风真正 special， 伊去出世做太子伫遐边，这个就是这个来出世的，就是伊家丹那扎亚的太子，未来这四个啊，拢总去出世伫这个天顶啊，甲。三个伫大地城天顶个呢，搁一个来出世做王的太子。他那这个故事就是讲这王的太子啊，伊是名丹那扎亚 number 2，像咱讲 Queen Elizabeth number 1，Queen Elizabeth number 2，他那这个丹那扎亚 number 2，伊做王。特别有一个先生，还是叫做伊的朴树，真正高，伊朴树是绝对是咱的佛。伊伫做菩萨的点声，伊食头路甲这个王，所以这边啊，这丹那扎亚日暝啊，真正好，伊人佛教的点声，伊看伊先生坐仙坐干呢，咱伊本对去伊本大到这边，咱有一日呐，这个四个来出世做天公的，伊本落来迄个华园。来去修行，因为大啲天顶坎坷修行，因为他们是天顶那边搞了只线路，所以伊落来啲咱的这世间的王的华园，啲修行啲职责。因为咧出世做灵王的，一本落来啲咧华园，本大啲职责啲界限。因为伊人向边本坎坷，因为要修这个八戒啊，袂使挖着查某。所以，个大地遐边去修行。第三个本是要去大地出世做交钱的，伊本去修行伫遐边华园。这个太子，
他那一生了，也把死了做王了，一本去修行，做这个死的故事是好嘅人，今日落来看，因本扣起来，大啲这个大啲这个花卉，因为虾米事，人讲因缘和合，伊人大啲世间的点声死的好嘅人，逐个讲来讲去，今日落看，伊人一人生一位，伊人本。拄着垃圾，木家西洋有，木家西洋是讲看着你垃圾我唔捌，你特别看着你过要笑甲你，你看着我，你本笑甲我，这就是叫做因缘和合出来。所以直接那人这个死的到底咧花卉的界限了，白白下晡了，被对了，人请起来，请起来呢，这个死的就讲这个天公呢，伊就讲啊。咱死的，你大大陆，伊讲我是哪家王，了你呢，我是这个交钱的王，咱这个是这台主大伫这边的，咱天公讲我大伫天顶落来，这个死的就讲啊，我是有故事因缘和合，今日我拄着你，我本垃圾看了，我真正赡养你本赡养我，是今日呢，咱来看你。今日安怎来出世做天公？你安怎来出世做天这交钱？安怎你来出世做灵王？咱过一个每个台主，安怎你来今日来出世做王？伊讲咱来批评看，故事我做虾米？所以一个天公讲，我呢你看，我大伫天顶啊，十项的快乐我有，特别今日我放迄个了。我叫伊落来这个世间来修行，修这八关斋。人讲，你看，大啲天顶啊，逐项我有，安怎我会放迄个？就是我真正想讲啊，训练离开这个欲火，因为向边线路是真正水，所以我会功德大啲前面，在我想赢路人啊，因为这个啊。欲火真正坎坷拍到，所以天公讲了，咱这个灵王讲，我的呢，我大伫天顶啊，我人来看到这个交钱啊，我人一眼啊就知这交钱是我人的元寿人。特别今日我看到我元寿人，我煞无惊伊啊，我煞笑伊啊，两项了。所以在我想，我的功德真正济啊。第三项迄个交钱讲，我呢你看，我我今日是不到腰啊饿啊，今日受八关斋有时就饿。你看我看到伊啊，应该我吞伊啊，我食伊啊，特别你看我无，我看到伊我真正赡养，真正笑。咱这个台主讲，我呢你看到伫这世间，安尼济工课到伫这要理人的事，今日我会放迄个，我今日来修行。所以这四个讲，我的较大，或者你讲我的较大，一个讲伊的较大，四个说讲唔使追较大，咱来安怎做？所以问这台主看，你这边有这个军师无来心我人的事看，追的功德较大。这个王讲，今日安尼来，我带你去我的暗堂的位，我去我的这个国王的位，我有一个先生，伊名叫维杜拉。这个维杜拉全印度第一出名，伊地位真正高，咱来去问伊看。这四个讲好，让咱来去，做四个就去找这个咱的这菩萨。这菩萨就讲，你按这样，伊问天公，天公讲我放迄个这个欲火的物件，然后第二个讲我放迄个这个圣地。你人再看圣地去了，你人会只好圣地无，你是教的人。特别你圣地来去，你只袂落啊，你无教的人。所以人再看这个物件两项。第三项是讲，我不到要虾米物件，我就要食。这个果是对我目前是这个那个，应该我要食伊。你看我看到伊，我煞无食，我真正赡养的。咱第四个讲，你看我虾米物件到底。讲虾米物件我有，我会放迄个。所以这个先生讲啊，原来你人死的啊，死项会好，
按这个四项的好，你就要拍倒吧，你才会谈到真啊，才会谈到讲入定。所以讲啊，真实你人时时的病病好。哇！这必须也病病好啦，这个事业本学老人哦，你心事真正巴肚，伊也无讲你较好，我较无好，这真正好。按这个送的物件，所以天讲你送你天顶的一部一组的衫，和这个菩萨。第二个这个灵王有一个宝珠，按一套的宝珠和这个菩萨，就讲这个我送路，按佢咧交钱。一本送的物件，过一个本送物件，时时的送一个咱的菩萨这物件个了。And then after that， 伊这时时的转去了，唔足够甲这个灵王的所在，这个灵王的某就看伊大部人转来，阿毛君的怎不连啦？咱讲不连啦，而且宝珠来，你讲 What happened？他们手里宝珠无去，这个咱的这个灵王就讲，我呢真正去修行，修行了我人拄着这先生，这先生以往的事理个真正好事，过了后伊讲经，安尼款的经我唔捌听着，这个人听的经听个真正明，and then。这个查某讲，哎哟，你看啦，无听到佛的名，讲起这个人讲经，像个佛的讲经啊呢。伊是菩萨了，伊地位真正高，所以讲，哎呀，真正拍算我无通去听安尼款的经。咱做查某了要安怎做啊？伊要听安尼款的经，伊安怎做啊？要来叫咧调工去叫咧先生来的。伊是大伫世间，这我人是大伫天顶，要安怎去叫伊来？所以伊安怎做呀？这查某伊嫁做病囝，你知哦？有个人病囝啊，伊袂虾米都袂个啊。所以病囝，了自己看伊无虾米食，咧大部人问虾米事你无食？然后这伊讲这王鸟，这灵的王鸟讲，我呢有身份。那虾米你身份了，你要食虾米啊？有啦，有一项物件我爱食，我卖一个维杜拉的心。这句话咱要听好好啊！你虾米是有的人袂晓，我按照这里要讨人的心，不是。伊这印度的话是安样？我是卖伊的心，我要爱伊来，咱我要听伊经啊那样。我卖一个维杜拉的心，意思讲啊，你若是去带维杜拉来，咱我要听伊腔伊教伊腔在，这大部人不都差不多安怎做啊？我们伊是世间的人了，安怎要去看成甲伊来这边啊？伊讲了这查某讲，假如若是未谈伊啊。袂讲趁着这个维杜拉的心呢，在我想我是无大伫世间久了，所以做个病囝真正重，我来无趁这个物件，我要想讲要死就对。咱这个王惨啊，安怎做啊？我某就想死路要死安怎做？咱决心，拄好这个灵王有一粒走啊咩？因地拉，伊走啊，伊拉达蒂，这伊拉达蒂呢，拄好来看伊阿爸噶嘛，这看到伊阿爸面，啥无欢喜的面，咱问讲阿爸，虾米事你激心啊咩？咱伊阿爸讲，我的查某人病囝，伊卖的物件，真正艰苦赚，啥西牛的忙过，到落会赚，要叫你人啥要卖伊心要也来这边，讲我未赚啊。咱伊大爸讲互伊查某囝咋，无你try安尼啦，最若是讲会举这个维杜拉的心转来这边啊，你做也无啦，啥叫伊查我讲最若是会举这维杜拉的心来到这边，你教因伊啦，这个查某呢同样，到若是安尼，我要来吹，伊就
到底印度一捡这花，一拔一花，清气伫墙顶诶，摆了一出来抽客，一抽客诶时就讲啊，看啦，路人打落一个红光，有本事通带这维多拉，体个心来互我妈病囝。一直念诶点声，有一个妖精名叫本雅家，这个本雅家啊，甲这个仙女啊，真是红酱。那做物件但呢，有当时路人大伫世间啊，啥物事掂无掂，这个一下看到一下就晒样就爱了。所以伫这边是 love at first sight。所以这个查某伫笑呢，这个拄好这个妖精伫飞过。飞过呢，看着哇，这个查某安尼水，这落来甲伊讲，安尼听讲这个查某讲，你若是摕这个维多拉的心，我要交缘互你。哦，伊这就安尼讲，到这我赢着会找互你，所以大拼大找。这个就是对这条路啊，安怎伊会这爱干呢？伫这边佛经的再来本是真实的事来。所以今日路人看有当时啊，真正安怎样有时你拄着你毋捌，特别你看着啊，别人要眼底啊，你维护一个就维护一个了，你要叫伊教因别个一卖就是卖，所以世间有当时人挑老师、挑讲师，安尼查某卖伊啊，啥物？对这边因缘和合了，无好事，啥爆炸。所以伫这边去看，这个本雅家就安怎做？伊讲，我要安怎来想？所以听着讲，印度这个叫做兰纳扎亚啊，伊逐季甲人比赛佚佗豆啊，伊人印度安怎佚佗咧豆啊，练咧 drink 24豆，你若是输，你是输，这王呢？真正来咯，伊去搭落佚佗啊，无一个人赢伊的，1000人来佚佗，甲伊1000人输。因为啥物事？因为这个王啊，早一时啊，有一个阿嬷，伊本有做好心，但伊的好心嘛是做中道的好心呀，所以伊妈来出世做一个红光。你知无有的人啊，那伊人讲啊，我知故事有一本点声，伊人开一个佛教经啊，那是无贪钱呀，含咩买鬼子啊，大拜磕头个拜咧，叫做佛教的红光，拜了，变到对个好就对，所以这个查某女来出世做这个红光，去顾这个教的，咱逐个王来是佚佗的时呢。伊就伫笑一个客，伊就笑着这个客，伊骂着就大只大路就噗飞来，伊卖虾米？先讲我卖3个噗3个出来，所以你慢慢赢你款的人，所以到无一个人赢的这个王，所以王大不计会。伊本身是不是爱这雷达比伊真正出名，全世界无人会留安尼。所以这本雅家，伊可较厉害个红光，伊是亚卡来，伊个毋是亚卡的平常的亚卡，这亚卡就是亚卡的，这叫做commander in chief，王这个将军啊呢，真正兵的将军，所以就来人家做啊，到伊就来了，伊讲过啊，讲好听，就讲来甲我责任物件。这个我要好的物件，真正宝的物件，世间无人有。最咱来甲我责任，咱王的人就听着，去讲互王听，王叫伊来，才叫伊来讲，要责任啥物？讲豆啊，来会使。特别我若是赢赚啥物啊？了王看伊稳的，伊讲啊，你卖啥物？你做你摕。特别你留互我王殿，你留互我性命，你啥物物件计划你卖啥物做你摕？人讲好，你若是我若是拍赢你，你要互我啥物？我直接招
甲一只马，那王讲，嘿，笑我这只马，我家己都王中了，几千只的马，你这一只马到落会来甲我比赛？人家讲王为王，你有几千只的马，但是你无看到我这只马，人伊白起来马，人伊走。伊走啊，会马甲三摆，你看到无看到马，无看到马，无看到人，伊是天顶有物件咧，所以看到顺一过，哇！安尼咩唔捌看到世间，唔捌看到安尼款的马，安尼个袂要紧啊！伊叫伊马走一只马，然后你花园啊，有这个莲花池，安尼大只水啊，噗噗噗，伊超过咧水，伊骹无水就一个。安尼王家了来看，玩到乌面捌看。我还没物件，你搁要送？那这个宝珠，这个宝珠是啥物啊？伊要来的是叫啲去啲拉加加灵丘山，大啲山的东岸啊，这个宝珠，这个宝珠伊讲话，1000个一格，你讲你看这个一格啊，你看到啥物啊？世间所有的物件，你看到，你会看到马、枪、牛、拢种有，你会看到人、红光、仙女，你本看，你要看地格，你看，你要看啥物物件，你看，1000项物件互你看，你若是举这来看，这个是宝珠。你讲王伟，你中国的物件无安尼款的这个，其在这个宝珠啊，就是讲啊。大啲世间啊，有了就有款的宝珠，特别这个宝珠啊，有当时有人去挖，有人摕袂着，因为啥物啊？这个老好出去，老好这有当时世间要出一个叫做Universal Monarch， 这个 Universal Monarch 是世界做王的，伊若是这个宝珠出起来呢，人知讲世间要出是叫做这转法轮神王。样在，所以今日你看伊举出来，互你看。所以王讲 OK，会使 start。所以安怎做？伊叫伊兵马甲了叫拢总，一百个王拢总来看，兵马有啥物甲了看？大啲当一个叫做 Brahmin， 伊名卡扎亚那 ，Brahmin 甲一个王，两人这边练斗啊。你这个伊是压下来，伊有心动力，所以坐落去的时啊，伊知讲我要做律师，这个王进去的时啊，伊会知讲我会赢。所以这比赛是人看水，10,000人去看，这个王比赛伊也斗我定，袂落呢，伊知讲我会输，惨。所以安怎做啊？伊个长起个豆啊，伊念咧经了，叫伊马来。你看，这讲伊知讲耶稣，安怎一个长起，个叫伊马来，伊马来，人咧这个牙卡大点练输，惨，一道输了，个经过一道。个朝这个，个无来，安怎做啊？嘛安怎无来救啊？大龙啊，这个要紧啊，个无个输。第三道这个压卡关，安怎是靠点笑，安尼款的去，伊关，这关啊，伊看到这个红光，这个查某红光在伫边啊，特别无力，因为这个压卡太厉害。就看落去了，一下就看到这个红光了。伊开个目睭像啊牛的目睭，红光走咯，唔敢大，太厉害，就唔敢大了，刮啦，一道输，两道输，24道一输，这根本无赢，唔捌听到王输。一百个王拢种，白头壳惨，世界乱了，世间咧乱了，安怎做？And then 王的王 ，gentleman 啊
拼了输是输啊！他那里我买物件，行去找咧军书，伊是一个强大的人。咱一拍算讲安怎样，咱来对好无？我讲好啦，咱来去啦。再讲输都无法。到这去了的时啊，这去了的时，这个不仅只是王的亲情，还是王的故里。因为这个头前，我在嗰啲印度律真正出名，真正忠直的人，唔捌讲骗一句话。所以今日我问你一句，你就要互我知，看你是王的亲情，还是王的故里。咱的菩萨，实在啊，故里有讲有几哪项的故里，因为我阿爸我阿妈是做 slave 做奴才甲查某囝，今日我生出来，我本是做查某囝的派。第二项，因为古时我未上顾互人了。唔是我的爸妈生我的，我未上顾好这个王，今日我是做业 slave， 做业故里。这三项无听到去到了小台拍输了，我就一世人来做业故里。咱第四项，有时我今日来做业故里，因为我惊这个王，所以这个小款的故里有伫世间，但是我呢今日就是。王是我的头家，我是正的故里。到这安尼来讲，好，今日我袂路，王土，哈咪咪讲路袂会使，这个军事路唔通动的。这个亚卡不亚卡，伊讲，会记无？你讲啊，我袂哈咪会使，你叫我讲唔通摕王剑，佫唔通摕你啥命？王剑我无摕。生命我无，看下我讨一个人，敢若这个人讲伊是故里，看下你袂使假了，咱王看伊是输了，好啦，你袂啦，你摕，所以王真正激心，因为伊国家今日会兴，就是因为这个好的事情去加个了，所以这个人就变到王就走，这个一摆王拢总转，一转去了后。这个咱的菩萨讲啊，我期待是他那要离开这边国家了，但是啊，你就给我3日，但咱这3日我教我囝安怎食头路较旺，我收拾甲我的某，甲我的亲情，甲了，甲3摆我的国家的人，做了调治了3日。我对你去，你要带我去到路做路去带。And then 这个菩萨讲啊，你来对我保你3日3暝。所以这个邀请本对讲好叫咱来去，所以带这个邀请本也甲转去厝，and 伊款待这个邀请啊，这邀请伊来的时，伊毋是穿邀请的衫裤，伊装做一个 Brahmin 少年家，真正少年，真正水。咱你看咱的这个菩萨，就这个国亲情，高紧这个 Brahmin， 可以食爽爽、大爽爽、清爽爽，even 伊家己讲要困啥物，甲了高伊真正好事就叫圆满达项甲了，高伊好事了后3日。这个3日伊家的囝安怎要对待这世间的人这啥物？安怎样要食头路王？但是这个我听起来是真正好，特别时间，若是要讲这条故事3-4日才了，特别我要做1日来了。所以你看，安尼教了后，过了3日后，点声教了，所以伊知讲今日伊要走了，你看伊要离开世间的点声。伊亲情拢总来个咯，水情的个咯来，达咧来好。再讲这个啥讲，我像个死人的啦，去了就无倒转来了。
你人讲唔知讲是有钱有怪，伊人想我是唔知大陆政府的人要来强要掠这个人去，你人惨来。特别这个对大家伊安尼好事了伊加了好事。过尾来的时到3日了的时，这个咱的菩萨讲我来去烧死甲王，所以就要去烧死甲王的时，王讲你唔使对伊去。安怎做王？我人要用兵马斩伊回死，选拔千人，你想选拔千人未杀一个人死咩？咱的菩萨讲，这个袂使。咱拼 gentleman 是 gentleman， 输是输了，那我就要对伊去。人讲来讲去的，所以对去。这对去了后，你知搞到怎样？伊要带菩萨去的时，安怎做呀？抓住了马，伊叫了菩萨坐伫马尾，马尾安怎做啊？伊叫讲你紧紧两个脚紧紧，头壳唔爱交伫咧把口安尼。然我走的时真正咩你搞好，所以这菩萨本无法啦，伊叫做安尼就做头壳撸啲咧，脚穿安尼咧，我应该就起到这个，唔是世间的山了，就做 Black Mountain 加苏比山呢起到那边呢，伊在啲山伊停了一想，我要一心。但是我唔敢做伊死，我来做伊死，我打做伊。伊是人讲来，我免咗做但是宝是我的我来无摕伊死，我要无赚这个宝，我安怎做又爱宝，又卖做这我真正坎坷，所以安怎做我来吓甲互伊死。然后我人来问我，你做伊死无？我无做伊死，伊家己惊甲死。所以伊要做安尼样，到安尼样安怎做就放落去了呢，伊变做一个妖精妖怪，真正上真正大，落来张伊这脚尾，一直翻，翻到袂打闲了，放伊落，咱的菩萨一点心油分无。大点点，无起风，虾米事伊无拍插，大点点。安尼看，佫袂死佫大点点佫袂做伊死，甲安怎做？我佫要来做伊无？伊变做一只塞了，慢了久塞无对来又大点点，又也分无。你咱的菩萨一搞。伊有本事是强财人，伊知讲虾米物件变是无永远，所以真正济人无明白，伊人咧坐山看到妖精妖怪，伊人会讲的虾米，这个就是讲幻想。所以人若是明白读这条经，你会知这个幻想是假物件。特别你天天目前看到的是惊，总一直来，伊大点。然后变做墙，对来也更压起来，对来长尾本翘起来，一本大点，一点惊本无，尾来伊变做一只墙，入去这个山下底，你摇几粒山像摇野藏安尼佫毋是啥野藏，较咧摇来摇去袂使，伊佫入去摇佫袂要紧尾来掠伫山顶面，咱规粒山伊摕来摇，伊在无真动作。咱你做甲真正这项，做甲尾来这菩萨大点，尾来这菩萨讲，看路的人就是正有人Brahmin特别今日我看路安怎安尼粗鲁，安尼凶，安尼厉害。看了面真正青的面特别路真正毒一直做，吓到安尼虾米事你袂外面
你是不多要求，还没输都不会外命。要你是还没红光来，到这类来做个安尼样，真是是还没输，俺这半夜家还霉了，无路，伊只讲，实在啊，你命甲我无拍插，特别今日呢，我看到一个查某，我研到我头壳出昏。特别我若是无贪伊，我也是惨。了，这个查某讲啊，你摕这个军事的心，互我，了我也互我骂，安尼我就是搞迄路了。所以我今日就是做这个路，要喊甲你死，死了呢，我想讲，就安尼我摕了你的心啊，摕了你的心。我就会使去 claim 我的部队来了啦。了，安尼菩萨讲，他嘛啦，今日人啊，安尼无明白乱做，打扰一个查某病囝袂我的心，这个是惊到打扰错啊。一个人啊，伊若是病囝，伊惊到是买物件要食的，特别要食我的心是毋着路了。这个伊毋知是听伊大部人讲我讲经是咁明，了伊听了伊讲上啊佛的讲经安尼，所以看心我，伊爱我的心，要来拆开互伊看，虾米对，虾米无对，虾米叫做道德，虾米叫做无道德，伊拆甲安尼明。我心真啊爱听，今日这个查某是爱听经的事，今日伊才来讲我爱的心，安尼伊无讲你摕来的心，我买的心，我要食的心，伊无安尼讲，我爱的心，爱的心，我爱伊来找我，所以这个是叫人家话是清差伫这边。所以安尼样讲，哦，原来是这个，这个妖精妖怪是滴滴拖拖。伊讲买人的心，就是要只做体的心，要死了是恶的心也去互伊。讲这个戆人就是听无明白意思，所以才讲好啦。假如爱我的心，我本是无法，我就互你我的心。特别我未互你我的心呢，我要。讲淡薄经互你听，因为我的心呢是参物来，我的心改了是这个经来、达玛来、佛法来。咁若是安尼好啊，你就拢讲互我听，咱讲好，你请互我，安尼你来做甲伊翻甲规身躯垃圾了，我要长一了，我要换衫、清洁衫，啊到换衫了。我要讲经，我接关你住会地，安尼这个人就听到好，就安尼呢，这药康一做，互水来，饮水，然后菩萨长益，然伊用伊红光力，摕伊这红光的衫，互这菩萨穿这衫，穿这衫了，好似伊带去山，安尼伊讲会听。咱你讲的经头讲讲 ，all youth 少年家 ，follow the path already traveled。path 是咩啊？你所马路行这几日的路，你对紧迄个这几日你去做虾米 ？follow the path already traveled， 这几日你去行，你对紧。Put away the soil hand， 这个手啊，垃圾唔通去做。第三项 ，be not treacherous to thy friends， 对朋友啊，你唔通伤着朋友。第四项，唔通因为查某你要来收拾你朋友的命。所以讲回听这条经 ，and then 这个啊，不要讲啊，名呢伊是妖精妖怪，种种直直，个直个不要紧，个土土，
所以就想讲 follow the path already traveled， 是讲对紧这几日你去做，但你想这几日啊，我去嘅厝，按一款台我3日3暝，食好穿好大好，大项好，伊叫我对紧，所以这叫我想好。第二项 put away the soil hand， 唔通做惡。อันนี้รู้โจออกเลยชื่อสิลาสามแล้วนั่นอีไรกงมันทางโจออกว่าอีคนไทยว่าสังกัดเจียงโห้平อยู่ความว่าตาตาหังอูแล้วแกงที่อีสังกัดว่า平อยู่嚟แกงที่ว่าไป嚟做อีซี่ที่จัง唔เดียวรอแล้วแล้ว第三行一講 be not treacherous 唔通心肝安尼作人本有某，人本有囝。你虾米事啊？一个人款待你，看你安尼好，教你个安尼，要今日你要来做人事，这条大大的唔对。And 第四项 ，don't fall into the power of women。你要想好好，安你一个查某，你敢受是一个好朋友的命。所以这条经是讲开一下。伊只想着安尼，人讲伊红光心开了。哦，原来我唔对咯，这条经伊是嫌我咯。到若是安尼，安怎做啊？买了咯。哦，到底你教我，你看我像真正亲的人，真正好，你教大堂。咱今日我通那啲恶毒甲你，这个我知是大唔对。今日正。你虾米事我要做路唔对，我要做路死，你爱就一个查某。伊讲我买了，加了我买，买了讲我买了，不要紧啊，包做包我加了买。特别这个咱的菩萨讲，到你来个安尼回了啊，不要紧带我去。这个就这菩萨讲，到底那安尼就带我去，咱这个药卡就买来带这个咱的咱这个叫伊带去找这个海灵王，就转去看就海灵王啊！你去叫尖声，伊人甲了毋是穿红光衫，伊人甲了是啥将军是抓，然后看到甲了，看到这个王，那边拢总真正水真真当当，咱买来啊，这看到的是啥叫青惊的，你海灵王看到伊惊，伊讲，伊看到我，伊本会晓惊，到啦伊嘛袂晓讲话，菩萨即下来再讲，我惊毋是讲惊你，因为啊，今日我听讲你爱我的心，了，看啊我是来到这边所在，我的生命在这个手头，我不应该讲半项，是你的事噶。但你讲无，我是爱你，安尼叫你来，是因为我的某病囝，要来看你。到那安尼呢，我本来然后讲你看，今日来做这个Naga World，这个灵王，你看你所在，大项金当当，虾米物件你有，安尼你王中大项圆满个了，到底对治倒落来。咱的这个菩萨，咱的这个海灵菩萨讲，我呢在这世间的尖声，我甲我的某两人，在这世间好叫无听到福经，我人做好的物件，我人布施，我人的厝，虾米尖声，人来到半暝，无厝通住，我互伊厝互伊住，人无食，我煮互人食。我针累我无摕，这个就是我今日有福气，就是安尼，我征服这规地。你来看，在这世间，你每人看，安怎样做好，安怎样做好。人袂晓讲的人讲做好是做好啦，特别你看，若是无听经，伊讲无路；特别若是会晓听经的人，做好是对三项，会晓布施就是征服，咱你会晓鼓励教。你会晓精神，
อัน伊朗教的神，佢就无福建同声，伊朗教什么大神，所以对波斯对有嘅教，and 所以爱嘅物件，伊做一个灵王，海灵做这海灵王真正大。所以将呢个，后头讲了后，这个讲叫我来带你去见我查甫人，and 这个就安尼之内。加一个咱菩萨，加一个海灵王去，就去了安怎就带一个咱的这菩萨去见这王庙，这王庙本是看到，咱就看到了本讲啊，有路这王庙，你看你大伫这边是真正快乐，你该无知道落来，咱这王庙本讲上的故事，我人我人红者。而且红者真是我人都看，其他路我人一对一对，所以人看在啲世间啊，人若是去做好啊，因为mind想，伊爱出事平一对一对，所以真是在啲世间，若是一个人红者啊，你亲甲我亲甲你，安尼爱平去，特别人若是讲你亲甲我让甲你亲甲我让甲你。这个平，因为这个那古拉马达跟那古拉皮达有讲平，你讲佛世尊，我讲是真正爱我查甫人，因为查甫人讲，佛世尊，我本真正是我查甫人，安怎样我人要做，达是我人要一对，因不但有教，所以心爱平，那是要保持人平，那是讲要受戒。人去，也是讲无正着，我去拜五，你去拜六，也是爱平上心，这上心的人啊，伊达过去，到落爱一对。你看咱的这个菩提萨埵，咱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伊去做菩萨的点声，你看迄个查某，伊拄着真正佛的时呐，咱的这菩萨。伊叫什么啦？伊跪落去，讲佛世尊，后跪我要做佛上个路。后头在佛系讲起的事，讲好后跪死啊千几劫后，甲100千大劫，你会成佛。佛叫你成佛，你名虾米？你到底虾米？甲了隆重讲出你阿爸名虾米？你妈虾米？隆重就你讲把你才你是叫做菩萨。佛教的点声一个查某叫做 Brahmin 来，伊个 Brahmin 是 Prakati， 这 Prakati 啊，这看着这个人下款安尼愿，伊本跪落去，佛世尊，这个人见出世道咯，见达过，我要做业报，要来看成，人要来受这个苦行，来超出这个三沙啦，伊成佛，我本要做业查某人。每来去跳出来边苦海，但你看一时伊人一对，所以这边你看，咱这查某人，这王庙，伊们讲我人就是甲了做虾米平甲了，所以这边就这咱的菩萨就讲，就是因为有了安尼款的心，人讲内心想一项。always 爱出事平。这个谈了，按照就话这谈了啊，每来这个朋友家就讲，哇欢喜看这个王娘本谈听经，咱的菩萨讲的经，这个经内要讲我要吃真长，所以我们讲，伊家本呀本是保持受戒，咱戒律先，咱今日就是讲啊。后头伊讲了，讲哇，你听经，我谈我的无，这个补救，这个人家送互咱的这个菩萨，这菩萨也对去，特别也未对，大啲向边王有梦着了，梦着虾米？梦着讲啊，伊王将达项有伊长生活，这活是这个5项牛的物件，牛的物件咩？牛油啦，牛奶啦，cheese啦，了这，甲咧
会使讲古车物件，拢总规当实实。安尼你讲买来一个人，也都度一个长刀，安尼买来伊望着讲这个长刀起着对个挖着对个生着对，而这个正正就是讲伊看着拢总甲了有些物件。所以到底这边啊，就是讲伊到转去。然后这边也听讲啊，菩萨这转来啊，你看规个福间多欢喜啊！会使讲规个真正济人讲，到因若是无趁转来啊，真正济人要讲要自杀死，特别无一下啊，你看伊趁转啊，一个月伊人做劳作，对，做劳作了啊，达咧啊，讲交交完满，都到这边咱为止。是咁正样啊，所以咱来回想啊，对一念，一当美日之能好度，สุขิตังหนตุญาเตโย อิดังเม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งหนตุญาเตโย อิดังเมญาตินังโหตุสุขิตังหนตุญาเตโย อิตาวัตตาสามหิสัมปตังปุญญสัมปดังสัพเพเทวาสัพเพสัตตาสัพเพบุตตาอนุโมดันตุสัพพสัมปติสิทธิยา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 bhavena sada soti bhava